我嘛喘，我无喘啊喘啊。我滚慢吼，咸呀可呀，但当恁好。我讲你若这时阵来叫了两孙仔咧练功的。啊？两位孙仔是咧练什么歌？练剑无上喘。你讲什么？我走。牡丹，你无练后地宫来遮要做什么？无滚，无单自叹歹命，唔敢转去姚地宫。唉，不应该讲的你拢讲，应该讲的你唔讲，无怪你会吃苦啊。老君，无等知影这样代志，就来禀告老君。什么代志？青青去甲皇后托梦，即马皇上甲皇后拢以为李洞宾伊是一个神仙，即马叫一寡人要去迎接伊入宫啊。我来去甲王母娘娘讲。袂用诶，为什么袂用是？青青每年这个时阵拢伫咧蟠桃园，假使王母娘娘若知影伊私自离开蟠桃园，就去犯干了侪代志，安尼青青就会去王母娘娘责罚啦。咱的青青自从你甲东华拆散，你敢无扣分？老公，这代志你哪知影？老夫目睭光一蕊，客一蕊，唔知就是知，知就是唔知。无等，跟我来去。哦。客禀皇上，吕洞宾到。草民吕洞宾拜见皇上。贤了，请进。谢皇上。草民混有四害，不知皇上有何指示？代志是安尼，关系迄一天皇后所梦，遇到怪兽来甲追杀，并得先长改变，专工在处说下。草民只是了尽这句而已。你也真客气。这内底是一寡夜灵书，你收起。草民不敢鞠躬，温请皇上赏赐主考官。先长出言有理，来啊！这摕去赏赐主考官。启禀皇上，唔知要有啥物吩咐啊？贤长，寡人想要知影，迄日所梦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启禀皇上，金不足，多怪物。天下百姓金不足，自然生怪物。请贤长详细解说。所谓金不足，多怪物，乃是。草民将李子拜见先长。上李子，你知影我是啥物人？太上老君命东华使者点化草民，草民感激万分，只是无缘拜见皇君。今日有幸，真是万幸。既然你知影东华点化你，现在我渡东华有困难，你就随我来吧。是。是啊，咱孙仔这次入皇宫，享受的是荣华富贵，免有讲啥物灾难的。剑兄，你有所不知，在皇宫享受荣华富贵，功名利禄，容易侵蚀志气，反倒转是唔好啊。我孙兄弟两个人吼，点一招剑河相辉吼，甲阮大孙仔救回来就用了啊，何必落架是中个呢？昔日东华化将离，今日将离化东华，这乃是天意。草民谨遵老君法旨。将离子，在。老君送你到这为止，面前就是皇宫了。多谢老君，老君。青年姑娘可能伫皇宫门外守候，以老夫的身份，实在是无需要甲姚地宫的门人发生冲突啊。这件代志，互阮两兄弟落来，大家教训就好啊。我想嘛是。
恁两个动手，甲老夫动手有啥物无共款？有咯，师傅，阮动手，你动脚，迄差偌远的喏。唔通乌白来，江女子，在。老夫送你一个八卦，你应见机行事。多谢老君，老夫过退。老君，我嘛要倒来去。袂安像，你甲我倒转来。是。将女子请来，轻轻伫遮游历。青年高龄，你为何在此？将女子，你为何在此？青年高龄，你何必在此？将女子，你我何必在此呢？青年高龄，情海绵绵，回头是岸。青年高龄，我看你还是赶紧倒转去姚地乡。将定山村的人，人人各有所职，道长你何必插手？青天高龄，你若是搁执迷不悟，你唔通怪我手下无情。你家话免讲，动手吧。安怎？你即摆知影我厉害啊吼！看红中。兄弟，是我将你款，王大哥早点死啊！兄弟，你看清楚，张大哥，正是张大哥，张大哥。对了，皇上，我今晚要见皇上。皇上今晚在御花园，含一位仙人咧讲话，从听你也等。好了，小弟，这代志紧急，我一定去见皇上。小弟无皇上的允准，你袂使入去。小弟，假使讲我一定要入去。这。大哥，你若真正要入去，无唔对，我一定要入去。那安尼，只有问我启动这个刀。小弟，你
你这是何必的？嘿。现在我理解，大哥，请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多谢你，大哥对不起你。县长，照你伫咧讲，你一讲红票所望的，完全拢是上天伫咧指示。皇兄明察。县长，你的意思是？皇兄，初面的意思是。微臣将权力交给5万岁。将权，你是人也是鬼？启禀皇上，微臣大难不死，脱险而归。真好，真好，退下领奖。谢皇上。李当兵，这位兄台是县长，这位乃是5条大将张立宽。启禀皇上，微臣是毋是会当甲这位兄台讲几句话？可以，可以。多谢皇上，兄台，谢。太上老君指示地主点化李洞宾，地主已经将李洞宾为皇宫带到这个所在，请老君指示要如何进行。人非圣贤，先人拍鼓到时出，只要做错一旦改做，善莫大焉。张李主，你带李洞宾去看伊的未来，互伊知影什么是人生的真善美。什么是人间的悲惨事？希望伊会当自觉自我。多谢老君指示。但是李洞宾若知影伊未来，享受的是荣华富贵，反倒对用念更加严重。老君，这要如何处理呢？人生不如意的代志是十常八九。佮再讲，哪有完全是荣华富贵的？假使李洞宾若贪恋荣华富贵，准做玉皇大帝要来点化伊，这也是难呀。多谢老君指示，地主即时带李洞宾来看伊的未来。人生如梦，这是你的未来。洞宾兄，道长，洞宾兄，在你还未悟道以前，我必须要带你来看你未来的情形。道长，我敢真是会当看到我的未来。这你放心，你随我来。此处妙计成功，还当以我国从此和平往来，不但国家积升军队，而且接受真济军民相助，真是功德无量，无再见。多谢丞相。下官出去，专靠皇上奉福，下官不敢居功。贤弟不必过谦，再会。多谢丞相赐言。下官也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。既然如此，老夫也不敢强留啊。多谢丞相。
真好，真好。无答，你的琴语弹愈好听，天色已经无早，你也赶紧好休息。明仔早起要落去庙寺进香还愿啦。是。哦，还佫一件代志，你甲党份的婚事，阿爹日子已经甲你选好势，这几工你也好准备者，哈。对，准备。嗯。手脚，你去原路桥等我。姑娘，在下李同兵见过姑娘。啊，李大人，久闻李大人为官清正，妙计如神，小女子会当甲你见面，真是有幸。不敢不敢，姑娘的名敢是叫做牡丹？你哪会知影？古往今来，敢讲无人知影，纯情是无做事。少女当面对我的内心。牡丹，牡丹。李大人，小女子已经去背后当问，请大人自重。牡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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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终于找到你啊！我一定要想办法，在当伦甲牡丹诚心的进程，我一定比我的心意。大胆妖怪，竟敢是歹下人！白姑娘，你有惊着无？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！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这2礼拜来热烈收看《吕洞宾》。为着报答各位朋友来批支持甲鼓励，为后礼拜一开始，剧情发展是愈来愈刺激、愈精彩、愈感动人。欲望是无尽的，洞宾受到吴青青的影响，追求着荣华富贵的欲望。将女主为着点化着洞宾，带伊去看家己的未来。伊的来世又是安怎呢？洞宾看了后，是毋是会觉悟呢？假使若是觉悟来悟道，伊又是安怎来求道呢？求道的路程是非常的艰苦，洞宾是安怎来突破伊求道荆棘难关呢？玉皇子甲桃太子结为一体了后，对洞宾甲牡丹又产生着什么影响呢？敬请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，合家准时来收看，保证精彩好戏的《
吕洞宾。